逆子，你给我过来！母亲上香，孩儿给母亲请安了。请什么安呢？你巴不得我这老太婆早点病死是吧？母亲，哥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上香，我从不赞成你下嫁刘备，这是你的家，东吴才是你的家。哥哥把你接回来，有错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生出你这样一个逆子？亏了阿斗现在不在东吴，否则还不知道你会使出多么卑鄙的手段。母亲，孩儿乃东吴之主，对抗外敌乃我职责所在，还请母亲谅解。你，母亲，妹妹既然回来了，之后再对付刘备，我也无所顾忌了。哥哥，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不管你被欺骗也好，还是自愿也好，这个时候你离开了荆州，那你现在还有脸回去吗？母亲，母亲，不哭不哭啊！主公为何事烦忧啊？孔明的书信上写了什么？孔明在信中说，这东吴传来消息，说是这吴国太病危。夫人知道此事之后，就急忙赶回去，差点儿把这阿斗也带回去。幸亏这子龙和三弟将其抢回啊！哼，如此狠毒，定是那孙权小儿的诡计啊！夫人急于回去，我理解，出于孝道，我也说不了什么。只是啊，此事一发生，我与他的夫妻之缘也算是尽了。既然如此，主公可放宽心。主公，当前无论什么事情，都没有我们进取西川更为重要啊！我没事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这孔明还在信中提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曹操起兵40万要攻打江东，我心甚忧啊。主公，你担心的是孙曹交战，不管谁胜谁负，最终都会把矛头指向荆州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应该如何应对啊？主公大可放宽心，此事孔明应该早有盘算。你看他留下了关张、子龙3员大将在那儿镇守，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应该是万无一失啊。哼，那或许是我多虑了啊。不过主公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让我心生一计。主公，我有办法对付刘璋。军师有何想法？快快道来。主公，我们可以假借此事为由，我们就对刘璋说，我们要回援荆州，去支援孙权对抗曹军。可是无奈啊，咱们兵少粮缺，希望刘璋能够看在同宗之谊的份上，借咱们一些兵马和粮草。那这刘璋他会答应吗？主公，他答应，我有答应的办法；他不答应，我有不答应的对策。哦，好，那依先生所见，借多少合适呢？主公，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兵马就照他4、5万借，粮草嘛，10万斛。张将军，前方探子来报，刘备兵分2路，黄忠、魏延为先行军，已于5更前先行出发。刘备带领剩余大军直奔洛城而来。刘备，这次定让你有去无回。哦，吁。
前至洛城，山北有条大路；至洛城东门，山南有条小路；至洛城西门，我已命黄忠做先锋。今日5更，从山北大路出发，魏延则从南小路出发，到洛城会合。洛城乃咽喉之地，易守难攻，分兵前行确实胜算更大。我带一路军队走小路，倒是军师可从大路直取东门，我取西门。主公，大路必有敌兵拦截，还是主公带人前往之。庞统走小路。你先把队上吧，世元可好啊？主公，让你担心了。世元无碍，世元无碍。哎呀，军师为何乘坐如此烈马呀？哎呀，主公，此马虽然算不上什么宝马良驹，但也是跟随世元很多年了。哎，平时无碍呀，今日也不知道是这怎么了。军师啊，此等烈马只怕在战场上临阵逃脱，伤到了军师啊。军师不如这样，把我这匹地卢拿去骑。这匹马驯服已久，还多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方保军师万无一失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主公乃全军统帅，怎么可以把宝马良驹让于我呢？不行。军师此言差矣，只有军师无恙，才能振奋军心呐。来，我的袍子你也披上。主公，使不得呀，主公。来，军师，你如同我的左膀右臂，若军师有差池的话，就如同我断臂之痛。你我就此别过，在洛城门外我们相聚，一定要小心啊！世元今得主公如此礼遇，赴汤蹈火，无以为报。世元愿肝脑涂地，辅佐主公左右。多谢军师。上马，来，去！吁，鲍将军，刘备所率领大军抵到了洛凤坡。我们这次一定杀掉刘备。冲！吁！此处为何地啊？军师，这里是落凤坡。落凤坡，我道号凤雏，此地却名为落凤坡，与我不利啊！传令三军后退。诺，全军后退。刘备老儿，今日就让你葬身落凤坡，以祭奠我杨怀、高沛二将在天之灵。放箭！不好！把红皮帮叫刘备也，砸之重赏，给我杀！打弓箭了，用！我
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刘备已经兵据西川，如果他突然反目，你们有谁能抵挡得住？又有谁能够保住益州不失？就算你不信我，也应该磨刀试剑，以备为敌。这是伏击方案，如果要解除西川的隐患，必须出其不意，一劳永逸。川中出大事了！军师，别说了，把信给我。诺。退下吧。诺。世元啊，你为何不听我劝解，固执而亡？军师，庞先生，庞士元在落凤坡遇敌将张任埋伏而亡。什么？可恶！我这就杀了张任，把他剁成肉泥，为庞先生报仇。伊德莫要冲动，我们迟早会与张任短兵相见。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。三弟，稍安勿躁，快坐下。主公送来信，不知军师有何良策？主公今日时移臂膀，又深陷埋伏，我们要先去营救他才行。翼德，你与我领一路兵马走大路，子龙，你带另一队兵马，我们兵分两路。军师，若我们都入川帮助主公，这荆州谁来守啊？荆州乃重地，关系非轻啊。主公在信上说，把荆州交到我手上。云长，你与主公有情义之交，我问你，如果我要把荆州托付给你，你能否誓死保卫？大丈夫既然领此重任，处死方休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各位将军，回营准备。云长，请留步。军师还有其他吩咐？云长，我问你，你镇守荆州，如果曹军来袭，你会怎么办？当然是拼死一战。那如果东吴孙权一同起兵呢？那就分兵拒之。如果是这样，恐怕荆州就有危险了。我有8个字，还请将军谨记。如此一来，则荆州可保。哪8个字？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。将军虽然勇猛，但毕竟分身乏术，且以我荆州兵力，很难抵抗曹吴两军，只有外和孙权，才能够抵御曹操。军师之言，关某定会铭记于肺腑。哎，郡主。免礼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找子龙，跟我一起去给庞士元报仇。子龙他已经不在了，他知道你会来纠缠，所以他给你留了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知道你跟庞军师交情匪浅，他已经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，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子龙果然是我的知己。不过呀，我看你想大军入川，还是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呢。我很厉害的好吗？
我非但要去，还要亲手抓住张任，将他大卸八块。他怎么弄死庞士元的，我就怎么弄死他。姑奶奶，这是上阵打仗，又不是儿戏。我像是在儿戏吗？可是子龙再三嘱咐过我，说你一定不能前行。我看，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我一定会让子龙同意，我跟他一起随军的。师傅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宝月找为师有何事？哦，听说大军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要独自一人把守荆州。作为徒儿的我，当然要给师傅打打气了。好。宝月有心事。师傅，你也知道我有心上人了吧？宝月芳心已暗许子龙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子龙他马上就要离开荆州了，我想跟他一起去。哎，万万不可！这行军打仗绝非儿戏，姑娘家跟着太危险了。啊，对，子龙也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他武功高强，行军作战很在行，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帮忙。子龙所言非虚啊。他还说了，师傅毕竟年纪大了，独自一人把守荆州很吃力，所以他逼着我要留在您的身边。子龙真是这么说的？子龙过虑了，根本用不着。他也是关心你。我看我还是听他的吧，留在师傅身边，万一师傅要是杀敌杀喘了，宝月也能帮忙跟上。岂有此理！宝月，你速速随子龙入川，不用待在荆州了。哎呀，可是他不愿意啊，他一定要证明比关云长厉害。他还说了，要是关云长的徒弟跟在他身边，肯定会扯他后腿，越帮越忙的。子龙所言着实狂妄。宝月，师傅现在就去找他理论，让他必定带你入川。师傅，谁说我公孙宝月不懂谋略呢？关二哥，这不妥当吧？这有何不可？从幽州到常山，从南徐再到荆州，宝月这丫头一路追随于你，吃了多少苦头？这次入川绝非3两日之事，这长久分离，你让宝月作何感想？可是子龙啊，关某一直视你为无弟，自宝月父后去世，我这个做师傅的当然要照顾他周全。这次入川，将他托付于你，你现在却又百般推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还不仅仅是这个意思。子龙，你还轻看于我。子龙不敢。你叫宝月留下，就是担忧我年老有失。是不是你还对宝月说，荆州重要，该多留些人留守才好？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好了，那些流言蜚语，关某就不与子龙计较了。二哥，冤枉啊！咱们言归正传，是不是嫌弃我的爱徒宝月是个大麻烦？我真没有那么想。这么说，就是我这个做兄长的情面不够，将宝月托付于你，你也不允。好，我答应宝月，同我随军便是。好，子龙啊，你还有点弱，宝月跟去能帮到你的。好了，快去准备吧。宝月都能随你们入川，为何不能让我跟着？可能要四处征战，所以我和子龙的意思是，真的不忍心看你居无定所。我不会武功，不能帮你们打仗，又不能帮你们出谋划策，你们分明是嫌我雷重。
飞燕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无论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这么想。那你带我去吧。飞燕，我是真的很想带你去，可是，这是子龙的意思。飞燕，你别误会，你也别误会子龙的意思。你说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跟着我和子龙东奔西跑的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如今，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安居之处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就如同家人一样。飞燕，子龙的意思是，希望你留在荆州，把这个家看好、守好。我明白了，留在荆州，把这个家管好、守好。我在这里等你们的捷报，等你们回来了，我一定给子龙哥再吟唱一首咱们家乡的长山小曲，给他绣一件锦袍。飞燕，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唱首歌，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做件衣服。我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家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给我一个真正的家？飞燕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嫁给我了？怎么？你不愿意娶我吗？娶。燕城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马上就装好了。好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你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。不但辛苦，而且还会遇到危险。军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次护送粮草，千万要以安全为先。如果你途中遇到打劫粮草的，千万别硬拼，把粮草扔下，只管保证自己性命。军师，这是为何呀？要是这些粮草都没了，那大军是要挨饿的，到时候这个仗怎么打呀？你放心，大军是不会挨饿的，保证安全。哦，好吧，反正军师说什么我就照做就是了。反正军师安排的越是不合理，就越会取胜，这就是所谓的出奇制胜吧。哈哈哈，你小子有长进。子龙，昨日我夜观星象，发现繁星密布，天空明亮闪烁，此乃吉兆啊！是吗？可据我所知，次日天明，不都是繁星密布吗？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，不过观星只是我技能的一部分。子龙，你看今天的天空，怎么样？你看出什么了吗？晴天呀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记得庞先生说过，子龙，你就好比云，你看这云多么的显眼，多么的壮观，多么的……够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懂的还真挺多的。好，这就说明了你带领我们大家走向了非常光明的路，这一路上风平浪静。而你，赵子龙，你看这么壮观的云，就说明你必定会有一番作为。惊天地，泣鬼神，壮观无比。还有，行了，你不要再夸我了。子龙承受不起。你明白就好。我不仅会观星象，我还会看手相。我不仅会看手相，我还通晓兵法。我不仅通晓兵法，我……少主，有军情来报，
何事？赵子龙正领着人马沿江而来，似要去往西川。赵子龙，我早想会他一会，倒要看一看他有多大的本事。这鱼戒备！鱼，撤！速度这么快？是啊，我们这还没开打，对方就已经跑了。看来他们知道自己的人少，不敢跟我们硬拼。这粮草乃是用兵之根本，不过这押送粮草的人也未免太过于胆小如鼠。想来这赵子龙也不过如此。哎，大哥，我们要不要派人截杀赵子龙？你跟他有仇啊？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干嘛要截杀人家？我是觉得大哥你好像很讨厌这个人。纯属私人恩怨，怎么能让将士们一起去呢？我一个人去，会会这赵子龙，看看他到底如何。什么？粮草被劫了？啊？他们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，早就设了埋伏。你可知对方是谁？不知道。那来者有多少人？不清楚。严城，这护送粮草可是大事，你怎么一问三不知啊？那他们摆明是要劫粮的，我一看他们要劫粮，我就跑了。柳岩城，你也太贪生怕死了吧！你就算死也要护住粮草啊！哎，你们跟我急什么呀？是军师吩咐的，说让我见着劫粮的我就跑。切，军师怎么可能会置这么多将士的温饱而不顾？严城，你既然已经犯下了大错，为什么还要找借口？真的冤枉啊！真的是军师下的令，说见到劫粮的人我就跑。你不用说了，你一路随我从军，我视你为亲信，但我作为主将，你犯下这么大的错，我不得不惩罚你。来人，将严城重责50军帐，带到主公面前立作论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这法理不外乎人情。虽然柳岩城做错了，但是也不至于军法处置吧？我觉得不如让他去挑挑水、喂喂马什么的，是吧？谁敢说情，当以同罪论处。带走。子龙，我柳慎怕不怕死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这军师的安排向来都是出人意料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派人去问呢。如果我有半点虚言，别说是军法处置，就是以死谢罪，我都不会多言。赵将军，有人送来一封书信，对方人呢？此人已走，未留下姓名。下去吧。诺。前方树林决战，若胜得回粮草。啊？这人劫粮草是为了跟你单挑啊！子龙，你可千万不能去，就算要去，也要挥军一拥而上，打群架。我公孙宝业最在行了。站住！看着他。子龙，我觉得这里面有诈。如果你前去的话，我估计他们会有埋伏，你可要三思啊。对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自己去冒险。就算要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我也去。不，你们谁都不能去。对方显然是冲着我来的，目前不知道对方的来历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你们放心，我见机行事。
我们似乎从未见过，敢问来者何人？想知道我的身份，等打赢我再说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子龙去了多久了？也就半个时辰吧。时辰了，以他的功力，通常就是半炷香就把别人给咔嚓掉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你拿刀干什么呀？子龙可是特意交代了，让我看住你。啊怎么了？啊！我突然觉得肚子有点疼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哎，再打踢。子龙，你没事吧？宝玉，你干嘛？马梦琪？马梦琪，马梦琪，你醒醒啊！马梦琪，马梦琪，醒醒啊你！马梦琪，醒醒啊！马梦琪。哎，嗑药了！啊！你快把衣服穿上，快点穿上！好了吗？我的伤口太疼了，穿不上衣服。让你穿上你就穿上，快点！好了吗？你听我的命令，好吗？向右转，往左，到底要怎么样啊？往前走2步，往前走，好了。啊！
干啊！快把衣服穿上！你谋杀我？谁让你捉弄我的？那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我才饶了你了。我怎么知道你无缘无故的会出现在赵子龙那边？我就奇怪了，你这一面呢要跟赵子龙单挑，一面又把盗走的粮草送回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看一看这赵子龙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能让我妹妹茶不思饭不想，能让我喜欢的人心甘情愿的跟着他。你喜欢的人谁啊？你不会喜欢我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是不会喜欢我的。你真的一点没有感觉出来？哎，好，哎，我也点吧，是，哎，慢点，跟我走。你有感觉了？没有感觉，不可能！你才见我几次面，你怎么可能喜欢上我？你为父报仇，不顾一切后果的去杀袁绍。那时候我就想，你又鲁莽，又没有脑子。可是后来又想，却正是因为你没有脑子，才会招人喜欢。有病！我后来又想，你这个人话很多，但说话通常不在重点。你每当你要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总是空空的，就好像周围的空气全都凝结了。宝月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救你脱困的时候，都会比在战场上杀敌更有成就感。你虽然话很多，但没有重点，但我就是喜欢听你说话。宝月，你既单纯又勇敢，我就是想要去保护你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？不行，你不能喜欢我。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你？就因为你心有所属。可是赵子龙喜欢你吗？
你不还是死缠烂打？宝月，我有我喜欢的人，你也有你喜欢的人，我们何不都给对方一个机会，来看一看，究竟是谁更有耐心？报告将军，我们在后山发现一条秘境，可通往八郡城后。再说一遍。我们在后山发现一条秘境，可通往八郡城后。路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俺差一点就飞天遁地了。末将也是今日才得知此路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将军，快去召集人马，即刻随我杀进城去。诺。今日能与西凉少主一战，也算是有幸。还请少主回去好好养伤。今日这伤，就算是宝月留给我的纪念了。对了，此前我对马侯在许昌举事有几度怀疑，一度认为他投靠了曹贼，对此我十分惭愧。你何止是误会了我父侯，你最对不起的是我妹妹玉柔。马姑娘，她还好吗？哼，我妹妹好不好，就不劳烦你赵将军挂念了。今日一战，在战场上，我敬你是对手。不过，你对不起我妹妹玉柔这件事情，我一定会找个机会，好好跟你算清这笔账。哎，马梦启，你太不讲道理了吧？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可勉强的。你说你们两个大男人，把大事儿都放在一边，两个人为了一些儿女情长，在这里你死我活的，算什么一手好汉啊？宝月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希望你记住今天你所说的这些话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提醒你，感情这件事情不能勉强。你说谁呢？赵子龙，今天在你我对决的这场战役之中，你为我挡住了某位小人射来的箭，这情谊我领了，但是在你和我妹妹的瓜葛还没划清之前，我是不会把你当做好朋友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日我们要是在战场上遭遇，我马超定然不会手下留情。好，若日后我们各为其主，我也绝不会礼让半分。宝月，你知道你我相识以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后会有期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说一句：后会有期。撤！看来这孟启兄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对吧？是啊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已经心里面有你了。是啊。哎，子龙，你别误会啊，什么心里面有我？真的没有我。子龙，跪下！
严老二，你这么不心大，你早点开城门投降不就得了吗？非得俺教训你一顿。你好歹也是个太守啊，非得在自己百姓面前你丢了脸，你这么不要脸，你的百姓们知道吗？哼！看你这把老骨头，也经不起什么折腾。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投降。俺大哥乃是汉室正统，待人宽厚，他一定会顾及你这张老脸，让你颐养天年的。废话少说，你这小儿，哼！亲我周俊，还妄想当好人。今日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。我让你，爷今天就成全你。来吧。蜀道难行，我们需要严颜，只能劝降，不可诛之。严老将军果然英勇，张翼德佩服。适才俺不才，在城门外骂战，还请严老将军多多担待呀。来，请。严老将军，来，请。请。请坐。哎呀，张飞啊，其实没什么本事，就是有两位好哥哥。严老将军誓死守卫八郡，也是位大英雄。难道严老将军你不想再立新的战功，为汉室尽一份微薄之力吗？严老将军誓死守卫八郡城，让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可天下还有万千百姓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疾苦啊！恳请老将军助我军一臂之力。人家常说，张将军性情莽撞，有勇无谋。今日看来，张将军能屈能伸，极具大将风范。如将军所言，我愿尽绵薄之力，为天下百姓求一份太平。好，来，请。来，请示，请示，来，严老将军，请。严将军辛苦了，军师过奖了。此前多有得罪，严老哥哥大量，不予计较。俺张飞在这给你赔礼了。张将军言重了。严将军，请上前一步。行。严老将军乃八郡太守，想必对这周边的环境一定了如指掌。我想请问的是，如何能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洛城？从此去洛城，出谷有45个关隘，凡所遇关隘的将领都是老夫所管，官军尽在掌握之中。如军师和张将军信得过，老夫愿为前部，所到之处一一前去说服。老夫有把握
可不费一兵一卒，直取洛城。那太好了，如果严老将军能做我们向导的话，我们行军的速度一定会加快不少。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说，严老哥哥也算立了大功。兄弟俺呢，不但给你找个媳妇儿，还给你找8个干儿子，天天轮番孝顺你。你还在说？就你这嘴皮子啊！通知将士，就地休息。大家原地休息。哎，还给我！还你就还你。你已经吃了驴肉烧饼了，你要是吐了，就是浪费粮食，浪费粮食罪大恶极。你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说行军在外，衣食住行要和军中的将士一视同仁，不搞特殊化。可是打仗要耗体力，动脑要耗脑力，不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怎么能行呢？作为你的女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既然随军跟从你，照顾你是理所应当的，不用谢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了，我发誓下不为例。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都是你自己在说。哦，是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说我说有什么区别吗？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跟我说，但是因为你害羞、嘴又笨，再加上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又少，所以我们每次见面都是我在说话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现在的这个表情，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，是不是？好在我观察入微，时刻洞察你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要不你还不急得吐血啊？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问吧。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。你怎么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呢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想知道我和马梦琪是什么关系，也一定想知道我们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。哎，这件事情啊，还得追溯到我刺杀袁绍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我没有问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好，你没有兴趣知道我和马梦琪的关系，但是我有兴趣知道你见了马梦琪之后有没有想起某个人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马玉柔走了之后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挂念她？丝毫不曾想起她？这一路上，他确实帮了我很多，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。直到分开的时候，也是用一场误会来收场。说到这一点，我确实亏欠他很多。你这种感受我也能理解。我当初误伤马梦琪的时候，我也隐约有些愧疚。你说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我跟随你了这么久，咱俩也没说过什么心里话，但是一提到马氏兄妹，咱俩就立刻交心了。难道是我哪根筋搭错了？子龙，怎么了？张将军已经送来书信了，说他们很顺利的就通过了8郡都城，估计过2天就能到达洛城与主公会合。好，那我们尽快动身。嗯。
主公并无大碍，只需多多静养即可，切不可过度忧虑劳累。多谢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主公，红石庞先生一事，还请主公节哀，以大局为重，请主公保重身体。多谢两位将军，我回的。主公，参见主公。军师免礼。军师带兵入川神速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不仅我与翼德这一支，就连子龙将军沿江而行，也已到达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来，大哥，翼德，大哥，这是俺把严老将军给请来了。严将军，严某拜见刘皇叔。主公，您方才问我为何如此神速，还要多亏严老将军。对，这次行军多亏了严老将军的协助向导，还沿途收了45个关隘的守军，才能够顺利的到达。刘备在此，谢过严将军。刘皇叔言重了。宝月郡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也太没有戒心了吧！万一我是敌人，那我们军中岂不是又失去了一名军师？宝月郡主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今天天色暗淡，看不出什么兆象。难道是我的功力还不够，所以看不出所以然？军师，你看出什么了吗？依我看，明天定会是个晴天。啊，就这样啊？以你的功力，你不得推算出点什么吗？比如说，你推算出我们何时能拿下这个张任？跟你说，这个张任，我简直对他恨之入骨。张任和郡主有仇？我跟他不熟。那为何？我跟他不熟，但是我跟庞统、庞士元很熟啊。你不知道，庞士元是我情感中的军师，我能跟随子龙行军，帮助子龙取得这么大的成绩，多亏了庞先生指点迷津。现如今，我跟子龙还未修成正果，结果这个张任就把我的军师给杀害了，简直是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此仇不报，非宝月也。郡主真想报仇？那当然了。军师，我知道军师不太赞同我跟随军中，但是我既然来了，就应该出一份力啊！你可别小瞧我呀。郡主，我还真有一份事可以交由你办。真的？什么事？说来听听。我派到城中的探子回报，张任此人有3大爱好：好赌、好色、好……我知道了，你想让我使美人计，对不对？你找对人了。我跟你说，像我这种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温柔可人的女子，我保证，她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郡主，这次任务的主角不是你，所以不用你用美人计。不用使美人计，那就用我的智慧啦！快说快说。这张任除了好赌好色之外，还尤其好马。我听闻说，郡主曾经带领白马一从，你父侯也是爱马之人，想必郡主对马一定很有研究吧？那是必须的。放眼天下，我识马比识人还要多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去盗取敌人的战马？不，我需要郡主不动声色，不露痕迹的把叶兆玉送给张任。送马？还送叶兆玉？那可是子龙的宝贝啊！我们要获取张任的信任，也太下血本了吧？正是因为叶兆玉是子龙的宝驹，
而且此马极通灵性。郡主把此驹送给张任，试想，除了子龙以外，还有谁能够驾驭它呢？军师果然是神人，竟然能想到用马做奸细。郡主切记，一切安全第一，送马才是关键。请郡主切记，一旦见了张任，千万不要因为复仇心切，坏了全盘计划。是，宝月听令。居然马是主角，用马做奸细，军师，你的思想果然非同一般，宝月佩服。这是子龙的主意。哎，郡主小心！宝月一定不辱使命。子龙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？这能完成任务吗？看好叶兆玉，我进去打探一下。是，小公子，机灵点，聪明点啊！行了，在这等我吧，一切交给公子我了。给我吧！兄弟，这里是最大的赌档吗？当然了，这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啊。张将军都在这玩，还不特别啊？哦，他经常玩吗？自己老打仗，他来的比较少。他来了，经常都坐那个位置。哎呀，来了！须是我这就乔装入城，将我的叶兆玉设法送给张任。你不必去了，我已安排宝月替你送来。宝月，我知道宝月10次出去办事，9次搞砸嘛，但这次是以你的名义让他去的，他一定会不辱使命。子龙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要适时出动骑兵，才能出奇制胜。张任的武力不容小觑，要是宝月露出破绽的话，恐怕会危及性命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只能祝愿他在天之灵去世。子龙，我的意思是，宝月姑娘虽然武功差强人意，但是她将死人说活的本领却比你强。小兄弟，这马可是你的？不是，是我们家公子的。哦，我看这马非同一般，恐怕来历不简单吧？